第三，揾咗個唔啱嘅僱主，做咗咁多年呢，咁有一啲古靈精怪嘢就成日見㗎啦。例如有一啲嘅擔保呢，就其實未去到咁真實嘅，或者真實都有限嘅，或者我本人就一睇就睇得穿，但係就唔講嗰種擔保呢，就千祈唔好去啦。因為好多人覺得，喂，我 plan 咗 Hong Kong Pathway，我行482好過啦，或者話叫個僱主俾我160啦，我直接係咪？我又唔使又讀書又食。最怕就係你揸住個482，你嚟到個僱主執咗，或者話嚟到個僱主俾內政部周咗，然後連埋你一齊俾人周，咁你個 Hong Kong Pathway 你就行。最怕就係你行緊4年，去到3年半先發生件咁嘅事，咁就本人都見過，咁就唔係去到咁理想啦。或者你搞咗好耐，發現個老細冇擔保資格。或者擔保資格俾人取消咗、註銷咗，都有。我哋喺 onshore 見好多，有一啲僱主係做買賣擔保嘅 onshore，直接俾內政部周到10幾個人一齊拜拜啲簽證，哇！真係好誇張，10幾個人過嚟嗌救命